Hello 姐姐係，Hello 咩？你好啊，姐姐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你答個問題。你今年幾多歲啊我今年31歲。？OK，你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。未有小朋友係咪啊？我有冇啊？未有，咩？未有，OK。好，你識唔識照顧老人家啊？我識照顧老人家。哦，可唔可以幫手沖涼啊、換片啊、推輪椅嗰啲識唔識啊？我識姐姐。識嘅，咁你如果幫公公換片得唔得㗎？得。可以係咪？可以姐姐。可以嘅，OK。咁你識唔識煮中國餸啊？識姐姐。即係炒蛋啊、蒸魚啊，識姐姐。識嘅，OK。咁你最叻係煮乜嘢啊？蒸魚、咖喱雞、番茄炒蛋、酒菜，炆雞翼。哦，OK，即係你自己去買餸，跟住自己煮餸都可以，係咪？可以姐姐。可以，OK。嗱，如果我問你咧，我有一個 job 咧，要同另外一個姐姐一齊做嘢嘅，照顧公公婆婆嘅，你得唔得啊？得姐姐，可以姐姐。你可唔可以幫婆婆按摩㗎？可以姐姐。可以嘅，OK。好啊，好啊，咁我 send 俾老闆睇先。OK，唔該晒姐姐。唔該姐姐，拜拜拜。